如果你是中國的高淨值人士，你會遇到什麼問題？當你想把錢帶出國門時，你會發現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就像是一張大網，限制着個人和企業的資金跨境流動。你可能會想，為什麼中國的第一代富人會遇到這個問題？其實，中國歷史上富不過3代的宿命，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就不可以把錢帶出國門。其實，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你規避這些限制，例如設立家族信託、進行國際稅務規劃等。然而，這些方法需要非常複雜的法律和金融知識，並且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所以，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就需要一個好的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你需要了解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和相關的法律法規。其次，你需要找到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例如律師、會計師等，幫助你進行國際資產配置和稅務規劃。最後，你需要有一個長期的思考，關於如何保護你的資產和你的家族的未來。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第三代若要延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所以，中國的高淨值人士需要意識到，出海不是終點，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高淨值人士的資產配置和稅務規劃的知識，請繼續關注我們的頻道。我們將不斷地提供你有用的信息和建議。謝謝你們的收看，別忘了點讚和分享這段視頻哦。